来看新北市瑞丰的山区，上百只黄卡虎头蜂顶死2个人。新北市动保处是表示讲，秋天虎头蜂的活动力是真强哦。民众若互蜂攻击，就爱摕物件来保护家己的头壳。区福家赶紧走，嘛提醒民众哦，去山区尽量着穿浅色的长衫、长裤，莫吸芳水。 20载时，新北市瑞丰山区民众互黄卡虎头蜂叮攻击，致死2死9伤。新北市动保处表示，到山区建议爱穿浅色的长衣长裤，避风帮药剂。另外，这群人阁是惊到野生动物的生产地，加上秋天是虎头蜂上有攻击性的时阵，是更加危险。避免一群人喧哗，干扰到虎头蜂。看见警戒蜂围绕时，也应该尽速离开，防止群蜂围攻。若被群蜂围攻击时，也应该要以衣服或手肘保护头部，低声退出或绕路往反方向来跑。阮就抽0.3到0.5之间。用下当抽药剂，若是民众互蜂叮到，致死血压降低，会窜即款过敏反应，就要紧巴注射肾上腺素急救，搁再送病院。新北市消防局表示，民众互虎头蜂叮到，并无建议家己先处理空喙，应该要随观察敢有过敏反应。第一时间是爱看伊的会喘无，会头晕无，若会的话，我是希望伊朋友紧的吼打电话互阮消防局，若会当的话吼去山骹。 搭接过来，落去山骹搭接起来吼较重要。有时阮伫现场找人找足久的，互拖着迄送病的时间。民间偏乡流传，互蜂叮到就要随抹桥处理，但是消防局建议民众唔通相信这个方法，莫家己处理空喙。关注伤者敢有过敏反应，赶紧联络专业的医护人员是较好的处理方式。记者郭文条随新北报道。